大家好，我係 Alan。咁美股咧，咁基本上就無論 Nasdaq 好啦，或者 S&P 都好啦，基本上都已經收復咗咧，就係關稅戰嗰個下跌嘅裂口噶啦。咁道中仲爭少少啦，咁但係就即係要即係呢個趨勢持續嘅話咧，咁要收復埋咧個問題都唔大嘅。咁只係咧就係究竟而家收復完啦嗰個關稅戰以嚟嗰個裂口之後咧，咁之後個走勢咧會點樣行？咁關鍵咧，我相信咧就係大家對於即係呢個關稅戰嗰個陰霾底下啦，咁其實美國經濟嘅成長同埋通脹嗰方面咧點樣睇？咁其實呢個咧亦都係聯儲局咧就係決定未來個息率嘅走勢嘅一個關鍵嚟嘅。咁因為咧而家就即係有一個或者兩難或者係互相矛盾嘅一個趨勢。嗱，首先咧就係即係喺 under 呢個關稅戰底下啦，咁你交中國100幾個%嘅關稅，咁然後即係啲例如 Walmart 啊呢啲，即係亦都話即係我即係俾晒關稅，叫啲即係中國公司照樣去發貨啦。咁呢個咧係會導致咧就係即係變咗個成本咧嘅增加咧，會轉嫁於美國消費者啦。咁因為即係 Walmart 自己俾啲關稅嘅話，咁其實佢最終都係要問呢個消費者攞翻嘅啫，即係喺個價格嗰方面反映出嚟啦。咁即係話關稅戰底下，咁雖然就你話即係對部分國家，即係歐洲部分國家，或者係亞洲嗰啲國家嗰個對等關稅，咁其實暫時豁免啦。咁但係呢個10%嘅額外關稅仍然徵緊噶嘛？即係中國呢140幾個%嘅關稅係徵緊噶嘛？咁所以喺呢個背景底下咧，咁其實就美國嘅商品咧，即係尤其是嗰啲需要入口嘅商品咧，個價格一定係上升緊嘅。咁個通脹咧應該會慢慢咧就係反映喺未來幾個月咧個 CPI 啊、PCE 啊身上噶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你見到啱啱公布啦，就係5月初嘅時候咧，就公布美國國內嘅一啲嘅即係數字啦，無論 PMI 啦，即係亦都係近期嘅低位啦。咁啊 GDP 啦，咁其實兩年幾以嚟就首次係錄得一個衰退。上一次已經係 Covid 噶啦，即係上一次衰退係 Covid 期間發生嘅。咁即係 Covid 之後咧，呢個係 Covid 之後第一次咧 GDP 即係錄得嘅衰退。咁即係當然 Donald Trump 第一時間就將個鑊係掟俾拜登啦。咁但係即係好難，拜登好難孭嘅呢個。諗下就即係 Covid 結束到而家，即係個季度都仲係升緊嘅。即係唯獨是你接任咗之後咧，咁其實就轉跌。咁你然後將個鑊即係俾拜登孭，咁其實佢想幫你接都接唔到㗎。咁所以其實佢一定係難辭其咎㗎啦。咁即係話呢個。即係大家理性分析底下咧，都知道呢一次嘅經濟嘅衰退咧，即係 GDP 按季嘅下跌咧，所以按年嘅下跌咧，咁一定係因為即係關稅呢個不明朗因素咧所導致嘅。咁所以咧就一邊我哋見到通脹咧係有升溫嘅跡象，另外一邊我哋又見到經濟有衰退嘅跡象。咁呢個咧有機會啦，今晚就公布非農啦。咁我相信非農都應該係會展露咗類似嘅形象噶啦。咁因為一來啦就係即係關稅底下啦，咁其實的確有好多私營機構係冇辦法係營運到落去嘅，即係嗰啲做電商嗰啲，你叫佢點繼續做嘅，即係點賣出去咧？咁二來咧就係聯邦嘅裁員啦。咁因為之前 Elon Musk 嗰個 Dodge Department， 咁其實即係以呢個即係以呢個即係節省成本、提升效率為名啦。咁其實就大規模咁裁員啦。咁呢啲勞動力咧，你流出去個市場嗰度咧，一定會對個即係就業市場造成一個比較大嘅衝擊嘅。咁所以呢個背景底下咧，即係大家都覺得個非農嘅新製造職位咧，咁應該係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即係差過預期噶啦。咁所以呢個結果底下咧，咁啊兩個矛盾啦。咁作為聯儲局，究竟呢個息率咧優先係要應對通脹啊，定係優先咧要解決呢個經濟衰退嘅問題？因為兩個數字擺出嚟，呢兩個亦都係聯儲局咧，即係去釐定息率一個好重要嘅參考指標，就係即係失業率啦，同埋呢個通脹嘅。咁當然之前咧，咁其實就即係一個通脹比較低嘅環境，因為08年之後咧，咁其實無論點印錢都咁，其實通脹都係低啊嘛，長期喺即係 CPI 2樓下嘅。咁所以就佢要關心嘅咧，就淨係關心嗰個經濟嘅狀況啦，關心個失業率啦。咁但係而家咧，你兩個指標都需要 concern 嘅，而且兩個指標咧俾出嚟嘅方向咧係完全相反嘅。即係你如果係減息嘅話咧，你雖然咧有辦法可能短期咧就係對個經濟有個幫助，刺激到經濟啦，不過你會加劇咗個通脹嘅。
咁呢個我相信咧就係呢個矛盾咧，對於聯儲局嚟到講咧，未來咧一定會進一步咧就係加強呢方面嘅撕裂噶啦。咁我相信聯儲局裏邊咧亦都會即係因為呢樣嘢咧而分成兩派啦，一派就係即係更加在乎或者更加在意咧，去到透過減息寬鬆貨幣，去到提升翻嗰個經濟，或者係即係支撐翻嗰個經濟即係重新嘅增長。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即係我諗以鮑威爾為首嘅嗰派啦，就係更加在意嗰個通脹嘅問題，即係你擔心就係個關稅嘅背景底下啦，個通脹其實會進一步惡化啦。咁如果你進一步減息嘅話咧，咁呢個係無疑係火上加油嘅，因為真係有前車之鑑，即係呢個尼克遜當年嘅財政，即係當年嘅聯儲局主席咧，就係犯咗呢個即係歷史上千古最大嘅錯誤啦，就係喺一個唔適當嘅時候減息，導致咧就係即係美國我諗啊戰後最大嘅一個通脹。咁而家即係上一次去到CPI 9.幾咧，即係再上一個高過9.幾嗰個通脹咧，就喺上個世紀70年代發生，而個主因咧就係尼克遜當年嘅聯儲局主席咧，係一個唔適當嘅時間減息咧所導致嘅。咁所以鮑威爾其實係好在意或者係。即係你睇佢近排嘅言行咧，咁其實佢亦都係好擔心咧呢件事係會再發生嘅。咁所以咧就係我相信聯儲局啦，成個美國嘅社會咧、市場咧，未來個爭拗嘅重點或者討論重點咧，都係呢方面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呢個減息嘅預期咧，我相信係會不停咁搖擺嘅。即係而家咧，你話就大家偏向咧，就係因為擔心個經濟衰退啦。然後驅使咧個聯儲局咧係會減息嘅，咁所以你見到就個利率市場調期個價格去到睇咧，咁其實今年係會減到4次息嘅。雖然我唔知點解今年係可以減到4次息㗎，咁但係就似乎而家個價格 imply 緊嘅即係減息咧就有咁多嘅。咁但係最終我諗都比較難係可以實現到，因為畢竟即係大家都對個通脹嘅憂慮咧係的確係比較大嘅。咁然後個關稅戰又未有結果嘅情況底下咧，呢個就似乎真係比較難係避免到。咁另一個咧就係關於Trump 嗰個施政嘅問題啦。咁因為而家 Trump 有個比較重要嘅法案咧，咁喺美國就參眾兩院咧討論緊啦，咁先過呢個眾議院。咁就係關於一個即係佢應該都係近呢段時間近呢幾十年咧，即係最大規模嘅一個減稅嘅計劃㗎啦。咁因為喺Trump 個設想裏邊咧，基本上就係調高咗嘅關稅咧，就要嚟補貼翻咧，就係即係美國嘅民眾咧。個意思咧就係話我加重咗關稅之後咧，咁同一時間咧，我會減低咧就係國內嘅一啲嘅利得稅啊、薪俸稅。咁基本上就你即係年薪20萬，即係年收入20萬美金樓下嗰啲咧，基本上都唔使點交稅乜滯㗎啦。咁呢個受惠嘅人群咧，可能忽然間就增加到去80%或以上啦。咁所以就即係佢成個方案基本上就係咁去做嘅，即係降低國內嘅一個稅負，咁然後促進翻個消費啊，促進翻嗰個經濟嘅活躍。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就係因為你減咗稅之後，咁你其實你美國政府咁高負債或者係咁大嘅財政赤字，你點去填補咧？就係透過去增加咧，就係關稅咧，去到填補翻嘅。咁所以佢成個即係計劃成個 plan，如果要 work 嘅話咧，就係兩邊啦。第一要國內同意呢個咁大規模嘅減稅，第二咧就係有人肯俾關稅，即係缺一不可嘅。即係變咗，就算你國內係真係做得成，即係呢個減稅嘅計劃，如果冇關稅配合嘅話咧，呢個 plan 咧係唔 work 嘅。因為你單純地減咗國內嘅稅之後，如果你冇關稅去填補嘅話咧，咁呢個政府咧就好快個財政赤字咧又去到個新高，咁然後你又要不停咁舉債，咁呢個咧就係會降低咧就係整體美國政府嗰個嘅信用嘅問題。咁呢個我諗就變咗就一環扣一環底下咧，就似乎而家 Trump 政府咧就環環都碰着黑嘅，即係基本上冇一範咧係喺而家呢個情況底下咧冇一範咧係搞得掂嘅。咁所以就呢個咁混亂嘅情況底下咧，我相信就會直接咧影響翻呢個股市㗎啦。因為對於資本市場嚟到講咧，大家最擔心、最害怕嘅咧就係不確定性。咁而家雖然你話即係嗰個之前咁恐怖嗰個對等關稅咧，就暫緩徵收啦，即係有90日嘅寬限期。咁我諗90日之後再徵翻嗰個機會咧都比較低㗎啦。咁雖然就未去到一個咁 worst 嘅 case，咁但係就亦都係好多嘢係未明朗化嘅情況底下咧，個市況咧要進一步反彈咧，的確係比較困難。咁我估計咧就係即係 Nasdaq 啊或者係即係或者係標普啊，咁我諗反彈到而家呢個 range 咧應該都差唔多啦。咁
咁Dow Jones有機會我諗進一步啦，即係補埋嗰個嘅下跌裂口啦，即係叫做追一追落口啦。咁裂口位大概喺41,900啊、42,000啊左右呢啲水平啦，可能係即係未來1、2個禮拜嘅目標啦。咁然後下個禮拜翻嚟咧，即係大家關注住係即係幾方面。當然今晚嗰個非農大家會係比較關注啦。咁然後下個禮拜翻嚟咧就睇翻就係即係美國Trump 政府啦嗰個大規模嘅減稅法案啦。咁喺兩會嗰個討論嘅情況會係點啦？咁同埋就睇翻就係即係美國同其他國家嘅談判會唔會有一定嘅進展？咁但係我對呢個嘅進展咧就並唔樂觀，至起碼中國連傾都唔肯同佢傾，咁其他國家咧都係以觀望為主嘅。咁所以我認為有進展或者有結果嘅機會咧係相對嚟講係比較低。咁反而咧可能下個禮拜啦，即係個美股面對嗰個調整嘅壓力同埋風險咧，係真係稍稍係會再大少少嘅，因為關稅戰嗰個影響咧，咁我相信係慢慢開始咧，係影響到咧就係美國啲上市企業嘅收入同埋利潤噶啦。咁喺部分零售企業啦，例如你睇 Walmart 啊嗰啲身上咧，其實都見到呢方面嘅影響。咁可能下一步咧，即係對於美國嘅一啲嘅服務業咧，咁其實可能都會有類似嘅影響嘅。咁呢個就可能大家需要係特別注意嘅一點啦。咁所以之前即係上一次嘅節目嘅時候咧，都同大家講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咁其實反而跌咗落去係一個留底嘅機會。咁但係就留底機會過咗啦，咁如果真係留咗底嘅，咁去到呢一刻嘅時候咧，我覺得反而咧可能係一個逐步獲利嘅機會。基本上係大部分科網咧都係呢一個嘅情況。咁即係唔好理話即係未來我諗 AI 啊、半導體啊會有幾大嘅想像空間啦。咁但係就實打實而家所面對住嘅問題咧，就係不確定嘅風險咧，其實係逐步累積緊嘅。咁變咗喺呢個時間咧，就係如果之前考底成功嘅話咧，咁反而而家咧可能係一個即係逐步獲利嘅階段。等待下一次咧，就係佢嗰個嘅撈底機會出現。咁所以咧，如果係即係Trump呢個即係持續地搞事嘅話咧，咁即係美股其實都係變翻，都係一個上落市嘅格局嘅啫。已經冇咗過去即係10幾年嗰個氣勢㗎啦。咁所以喺一個上落市嘅格局底下咧，咁其實咧都係基本上係一個逢高獲利，咁然後逢低咧，咁其實可以收集嘅一個階段嘅。好，呢個禮拜先同大家傾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見，拜拜。